台部分创办人的歌较多。凤飞飞，凤飞飞啊，帽子歌后讲到凤飞飞，我昨天晚上，我竟然梦到凤飞飞呢。啊，周导，我就想说，问一下周公，为什么要做这个配乐？我就问一下周公解梦，这样。ChatGPT。对啊，梦到已故的歌手。真的要改？对啊。Hello， nama saya Kapolri。Senang bertemu denganmu。有啊，cái cổ thì bữa tụ cái cổ詞嘛，cái那片的語言。哦，印尼嘅印尼番你要不要講？係啊，因為我阿 Q 加本印尼人。阿 Q， 阿 Q，舅舅加本印尼。係佢啲 Jakarta 安尼。哦。所以你阿 Q 嘅同志。冇啦，佢係入罪。佢係老婆係印尼。Q 啦，唔係加本印。鬧熱搭你去，鬧熱跳下來。大家好，我係阿鳳姑，我係子娜，大家好。也嚟到流行歌曲組嘅波比正八歲，目前避免炸5關的宋祖梅。今天要展6獎。係啊，5關啊，係啊，不得了，過5關展6獎。對，好，今日今日有啲新嘅潛水朋友啦，歡迎，很端莊的抽的 K 片。對，好像有健身的樣子哦，真的嗎？手臂這麼強，說不定是那個健美小姐嗰種感覺。對啊，有肌肉。一胸有一些胸呢。哎呦，厲害哦！等下厚厚的訪問機啊。好了，要介紹我哋評審欣賞。好，歡迎起司必欣賞，氣炸必欣賞，總必欣賞，優勝必欣賞。介紹完 TVB 潛水朋友。TVB 潛水朋友來自新竹福橋，慈牙犬帶來童年夢。健美小姐啊，敢黑？身材波实都很好啊，黑啊，同好啊，你还手臂还有线条呢，有点像油啊。
阿婆的人了。阿婆做啊，阿婆赢哦，对，对啊， 6个外甥。 6个外甥，哇，6个外甥， 6个外孙，哇，你的身材可以保持这样我。有运动，你是做什么运动可以保持啊？就是因为我糖尿病啊，所以嘿我就做很多运动，像超慢跑啦、哦毛巾操啦，反正有就会一直动啊，哦不然我的血糖降不下来。哦，哦，超慢跑。对啊，所以我也会超去唱慢跑可以做歌。到这样一身肌肉，哎，你要对啊你体力恢复很好的时候，你就要加那个加重训练，对对，哦啊所以你超慢跑，因为现在很流行嘛嘿，啊，你做超慢跑做1个月时间， 2年多了，2六年了年多，还6年了还有深蹲啊，哦，深哦深蹲蹲，深蹲很有深用哦。蹲也很好。哦，深蹲尤其对男人，多做一下，对，而且不是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啊嘿，这靠的就是脚力啊，嘿，对吗？对啊肌力，脚的肌力啊，所以你如果脚不好，你可能走路就会晃，就会没会摆无力嘛。摆所以深蹲是可以练整个脚的肌肉。你特别身材就安好吗？我以前胖啊，然后糖尿病不知道，它燃烧我的脂肪，还以前救我的命，然后我才变瘦。瘦了之后，我剩下你以前有多胖皮包骨，哎，快60了，快60，对你按用应该40公斤吧48，这是所以你本来就瘦，后来瘦到皮包骨哦，对啊，很瘦。就骨瘦如柴那种。对啊，因为你血糖太高，你不知道，你一直吃啊，然后它就没有变成养分，那你的大脑就告诉你要燃烧你的脂肪，救你的命，然后就一直瘦，一直瘦啊。后来我比较稳定之后，开始就一直运动啊，然后营养才会转换，我头发全部掉光啊，哎呦还牙齿也都坏掉，所以血真的哦糖是蛮伤身体的，很辛苦。连他都有控制后就抽了，对，我现在控制的就是很好。完全靠运动，就是要迈开腿啊，管住你的嘴。迈开腿管住，哦，迈开腿。迈开腿，管住你的嘴，一句话办不到。这个要你的命呢。你迈开腿可以了啊，迈开腿好像也不太行啊。啊。好，俺加油，俺加油。好，冲出来这个哈运动真的很重要哈哎，。董冲优对对对哦，抢私币情商的公平一哈。哦，那选金币带来经典，蛮不错的。好，迈开腿，管住你的嘴。好，我会记得。对对对。好，金币不用搞到的哈。OK，金币从童年梦。我知道你喺頭一擺來呀比賽，見邊我看到你表現，我當氣氛講實在，我真係當氣氛嚇。見邊雖然講喺第一擺啦，所以你可能要較感覺到略略嘅緊張。不過你喺講你看亞數歌曲嘅你表現呢，技巧也好呀，也係穩定度也好，我覺得你做得很好，已經沒有什麼需要再做什麼樣的調整。喺講我本馬建議嘅話，就可能講，你要調前一個嘅時間，你可能運動學當習慣去用力。故所你可能從一調前嘅用力嘅方法啦，就一從頭到尾用力嘅方法就強用。你做的話有隻層次感會比較好哈，因為調前嘛，唔是按用力來唱，哈，飛向往事多美好，甜甜的唱會做得啦，你看起來就當甜，所以唔是按用力來唱。按到副歌嘅部分當然啦，童年夢真真假假，人生來略略用到嘅力，按你它就有一個弧度，彈起來你咪。然後跟人就做得對應都強下，安尼所以可能安尼方式的話，就更加看得出，也係一種表演。不然我哋彈唱歌嘅人，又感覺到就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安尼，好，安子謝謝。好，安尼就看下嘅分數啦啊，看下秦阿云嘅分數。哎呦，哎呦，還不錯呢。哎呀，3分呢，這個分不錯哦。數是好像感覺上是可以留下來的。哎呦，有機會哦。但是會不會是東強？嘿，真的。4位是搶手。搶手，哎呀，所以就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也可以哈。等待加機，好嗎？好，好來，先抽一下。安子誰？還是因為他有健身，你們會怕他。好來，刷下來。下面一秒停低來，唔好離開嗌。好來，睇我啦。
眼泪事件，我爱上嘅安度，也系讲 yes 嘅，本来就安样。错嘅世界，马个都会自由嘅；有你错嘅世界，马个都会安全嘅。崇仰你，崇仰你，圣人嘅温度。有你错嘅世界，马个都会自由嘅；有你错嘅世界，马个都会安全嘅。做点梦，做点梦，留下来平安。哎，那边哈，哎，做嘛那边唱给你一个赞，做嘛那边哈，因为创业250块，谢谢。这小恩小利，人家真是哎，妈，瞧不起1块钱的人会因为1块钱而哭泣，我跟你说。没有，我都是省小花大的。没有。哎，青后堂嘞。那第一摆糖豆有配啥葱2条歌哎，哎呀，葱都不差呢，葱了以后啊，对啊，尤其去改风格。你让原唱者来欧露你呢，真的。我早上听他彩排的时候，我有眼眶湿，真的。是这样，我又赚到这250了。真的，真的，谢谢你，250对我很重要。哎，你眼眶是怎样？是就是他。那吃到一表现到以后啦，就是给彩排的时间，彩排因为较无压力，所以冲到很阿好，知道吗？嘿，俺们唔低呢，不过给司机必须的时间被冲到以后啊，是吗？怎么了？小康老师要说什么？哎，我也谈到眼眶湿，你也谈到眼眶湿哦。早上比较累，打了一个哈欠。是吗？打哈欠这种老人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老人病哦，表现都挺好，赞赞。谢谢。学历又好，知道吗？哎，成果也好。读到硕士哦。硕士班，现在硕士，对，师大哦，你那读嘛干呢？什么系？流行音乐系。流行音乐哦，硕士。哇，那你是本科班呢？读几年了？没有，我才1年级而已。才1年级。好了，读1年。对。有可能6年，最后1年就毕业了。没有，他本来就要念2年。啊，不能就6年了。对，我是说万一延毕。对啊。可能要3年。没关系啦，没关系。哦，加油，哎。有念过就好，反正歌好好唱歌，唱好来，搞不好更有前途，对不对？不一定要念书，对不对？如果可以就是一起做的话也不错。哎，对了。用哈雷嘛，嘿嘛哈。对。希望有个实力给发。对啊，对。
哎呦，我们老师们讨论的很热烈呢。老师好了吗？老师 OK 了吗？好了，可以了哈。安永就会唱《杂笔欣赏》的公平一下喽。列出命运的安排。哎呀，特别最难的就是定下的。其实唱说 NCV 欣赏传，看一下。我差不多心肝就想讲，我上嘅迄初一唔唱，我先讲吼，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用弹唱，要强用迄指南嘅歌曲，今日现在歌曲喊得无强，今日歌曲强用喊得我知道比上礼拜喊得唔好唱哦，唔係講我本技巧就好誒，因為就像上個禮拜啲講嘅，用版潛到唱了首歌曲人。嘅歌數，佢本人嘅感覺係有靈魂，你自己一邊，你自己嘛該用嘅。當然，今日樂壇嘅狀況係做當好，所以講，技巧也好啦，嘅嗓也好，歌，他的高音依舊是很美、很漂亮、很有自己嘅秘密。唔過你要想，呢首歌曲要講嘅係乜嘅？別離開我，他和弦走的方式其實已經是很憂鬱哦，我自己 DNV。我印象講，你用你自己嘅技巧啲唱呢首歌曲嘅時間，你做得動呢首歌曲唱到龍子那強用嘅技巧分100分，唔過你嘅感情啲那邊我冇談到，可能好得很好，遠嘅時間當遠，啱嘅時間當啱，你沒有中間值的時候，我就不知道這首歌的重點啲那邊，當然。音樂係當主觀的，譬如講我之後，如果以技巧來說，我覺得這首歌你真的表現得很好。可是就歌曲的層次，也係講對呢首歌曲的了解，我知道就冇按好。唔過我會比楚天你唱過，我會比上個禮拜唱強樣指那歌曲嘅時間，係用版型嘅，老火碟踢，唔係管踢，碟踢，就我兩首歌曲係冇強用，唔過強用難。你做唔得用那首歌曲，還能用這種，當然你可以用很搖滾、很 rock 的嗓來唱。不過你要怎麼樣的這麼剛硬的歌曲當中，再讓這首歌有不同的情感，還有靈魂，你還能作為功課，好冇？加油！好，那什麼啊？可以，可以。碩士生呢，你聽不懂。啲啦，冇問題。好，來看一下分數來。看一下亞標婷嘅分數。94分，冇問題。真的大家都按強嘅。嘿，當厲害。因為都93分咧，第94跟英榜跟我。金榜。哇，94、95、96、97，哇，98加滿。OK， 好，謝謝。黃友婷，歡迎下子色。好了，下來係李小怡帶來《拍雲之歌》。彈關啦。當到日傾後上面，才彼此有溝通。你真的是找到你自己的路線，找到你自己心，找到你適合的歌，我覺得很棒，真的很棒。那其實你站上來的第一句就讓我覺得我在劇場裡，就是跟羅哥他們說的一樣，我也是覺得我就在欣賞一部音樂劇。
傾瀅上面，才為自由高唱。陳思嘅雲啊，陳思嘅雲，唱伊攏會講，你糖都嘛給。瀟上面，才為自由高唱。希望大家運動適合唱實用級嘅歌呢？怎麼了？對啊，對，又要哭了，又是。你怎麼了？对啊，哭了干嘛？没有，因为脸购有些在有想到一些就是曾经的一些，然后我就很惊讶是哦，我居然该段時間給恐懼沒有被拿掉，就是在被封控的那段時間，因為我每天都在陽桿旁邊這樣看着外面的天空，這樣。哦，所以封控哦，上海封控的時間哦，就沒辦法出去，對，然後連小區啊冇辦法出去。嘿，那該應該很厲害，臉都在他對我很謝謝照顧，不管唱得怎麼樣，剛才這樣發錢都應該幾個哦，我有沒有療好我的傷？我有，所以以後一定要做好事啊，不要被抓去關，很痛苦。其實你剛剛那個感覺是有點像那個劇場的那種表現方式，青蔥啊，其實思蓉姐的表演就蠻劇場，也都會衝啊，也係講法啊，用演咩啊，用衝演這種，真的很厲害，文青型的。你只是穿了鞋子，你應該要打赤腳。現在還來得及嗎？現在打赤腳就加分呢。好，來，好啦，從這裡哈，強飛請上公平哈。Siri，我覺得你越來越能夠親流你去感。找到你自己是這樣說嗎？對，你真的是找到你自己的路線，找到你自己心，找到你適合的歌，我覺得很棒，真的很棒。那其實你站上來的第一句就讓我覺得我在劇場裡，就是跟羅哥他們說的一樣，我也是覺得我就在欣賞一部音樂劇，然後你正在訴說一個故事，非常棒，因為你的整個聲線跟你的表情。你整個一直到最後面，真的是很震撼的。嘿，我們在前面，如果這是一整出戲，然後我在下面看到你這個戲演到這個地方，看到你唱這首，我覺得是很震撼我的。對，何況只有單單的一首歌就這樣的觸動我。如果他在一部戲裡面，那個強度真的是很強。對，那所以我今天給你的分數是很好，我覺得真的。很多地方都做的，其實有些歌很不好做，比如說，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有很多唱和聲的時候，我們也會用到，不是每一個和聲老師做得到，對，那在當歌手的時候也是，如果做不好就會很難聽。可是我覺得你今天有兩三個這樣的地方，你都做得非常漂亮。那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提醒哈。就是比較聲音的總台嘅高雄這個地方，我覺得你的口型要再清楚一點。對，就是沒有要這樣，就是你那邊呼隆過去之後，你的口型沒有開的時候，你那句就突然間你的音色就會被影響。所以那一句，我覺得你的那個可以唇齒可以再更清楚一點，這個最新的地方。然後再來呢，第一遍歌的那個沉思嘅雲啊。這個地方，我喜歡第二次你用這樣的方式。第一次我覺得給予呢，我覺得你看給予呢就不一樣。可是給予呢用在第一段，我覺得會更好。你聽得出某強用嗎？有哈，就是那個，因為你第一段還在那個過程裡面，我覺得這個地方先不要那麼樣的亮出來。
我觉得会更好。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感动我。好，谢谢。老师们的希望你好，纷纷指导，真的非常感谢。好，来看一下两个分数，看一下李修仪的分数。来。67分。老师们，你们会不会跳太快？我刚刚想说93、94、95，对不对？你一下跳到97，那后面怎么办？后面可能98或99。哦，98、99，加油！哦，对，好吧，好，恭喜修仪啊，每天都今后。哎，你会不会有压力嘞？好，持平唱啊，持平唱啊，比赛黑暗有了哦。你看。这个猪妹的嘴巴，你看啊！拼一下，你做对了啦，好，惊掉下巴哎，真的哦，我等下要唱啊，我表演下评分没做对，没错，来，杀了要比，杀人原件比带来 tell you， 哦，来弹个啦。梦想预料暗光，开始等你到天光，将眼神拇指含含，恋爱此上甜痛，老老交交归同房，天开让人生那地面向，预料到发酵以后。就天亮，月亮暗光，天不经变是紧张，用眼神汗水含含，等于是心酸爱，老老交交开通旁，电快用跳入啊地面向，跳入。匆匆的心思，强强空的该样公度，总会跳跳老你讲了这故事。跳有爱有发酵的心思，总得打仗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暗光，不是安心爽。跳有爱有匆匆的心思，强强空。心思，总得蔓延蔓干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暗光，不是安心爽。天开让声音在哪里？迷向。有感受到压力的感觉，有感觉到压力的感觉，有冇？有。东边呢？东江哦。东涌是唔得唱啊？有。刚才已经救出7分了呢。压力马上随之而来。是的，对啊，第一个就93分。没错。哦。至少基本分要留在93，是不是啊？还是97？93给你压力，还是97给你压力？都有。那有什么舒压的方式？对啊，你可以吃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之类的，吃喝，舒压，还有按后面啊，吃喝，自家煮啊。自家煮。哎呦，所以你喜欢自己下厨料理？用挑油做菜。有挑油，有啊，挑油啊，现在挑油嘛，它是酱原生的主体 Q 嘛。做嘛菜一定总都用到挑油啊。对啊，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最近的话，最近喜欢吃虾子。
你一次可以吃，你是吃什么普通的虾？自己煮你就烫虾子来吃。没有啊，想吃什么口味就煮什么口味。像最近就奶油蒜香泰国虾这样子。哇，你自己做？对啊，自己做，你买泰国虾。传统料理哦。我，哎呦，外面吃很贵。哦，这样买也不便宜啊。你外面1斤啊，一盘1斤就大概就煮好的800-900可能有。哦，对哦，但最便宜大概600了。最便宜的。对呀，那泰国虾，因为我常常吃嘛。嘿，你也要补。你都。就是他对他来说是基础消费。不是没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就会暗示。对，我就会我老婆点盘虾就是跟罗嫂在暗示。对，我老婆就说哎呀，就订个虾吧。奶油虾，还有什么虾？柠檬虾啊，柠檬虾，看能变什么。样子就变了，买准了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化，对不对？猪马盖，哇，那你今天你会不会以后就可以变成在市场像卖那种胡椒虾还是什么？哦，那很厉害，烧酒虾那种，赚呢。哦，对啊，你1斤也才100-200块，没黑呢。哎呀，那好好吃哦。你再加一些料炒一炒就变700-800。对啊，对嘛？你就可以卖螺蛳粉，你卖550，基础消费，你卖550，你就赚200一盘，对吗？可以。罗哥很厉害，罗哥都可以很快把这些换算成利润。你不要今天输到虾，不是？不会啦，英国不会啦哈。那边像有心商公平一下。建伟哈，我大概有差不多常西北当评审，我有当你冲过。哦，我觉得你真的一次比一次还更加进步。哦，谢谢老师。给你开始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歌你有展现另外一个风格啦，哈，跟原主唱曾朝芳这个另外一个风格上，我觉得还不错。就声线的在高低频的部分哈，它非常的优美，啊，因为在高频上你有唱上去，我觉得你的声线的潜力很大。但是有几个问题都要提向你，就是你从松จาก礼拜多到礼拜哈，我感觉你的律动都不太对。从狗屎的律动，也就是你的呼吸点不太对啦。呼吸点不太对的哈，就是可能因为你的自我主导性懂强，就讲你从国外，由于在中高频的时候，你看到听一段听一段哦，你没有杀，你到了副歌给一渐层越做越强越强，我想说你可能快破音了，结果你还唱上去了。而且声线还按僵，那就是说你事实上唱中高频在副歌的时候，你非常有把握，但前面哈你就感觉你就是唱得很松，唱得很松，可能你是诠释了一个冯氏的哈，但是我的感觉，你的声线里面更带恐惧，这个要懂西，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承认，但是在我们声线里面，糖豆从上一次，然后再上个礼拜跟这一次。同样这个东西都存在，但我觉得说，你看我还干过，就是我们的后面这几位参赛者，就连今天来的参赛者，他分数都很不错，而且越来越恐怖。难怪他会恐惧啊！对呀，没，但那恐惧没俩哈，他是从第1集我评他的时候到现在他都有恐惧。那跳过，像今天少宇分数比较高，事实上他懂抽ลิ้拍啊，对吧？抽ลิ้拍做个对标啊，所以你感觉其实那个狗子从上个礼拜龙调上礼拜，你有发现他有到了很大的一个跳跃，那跳跃就是他要跟自己 PK， 所以他找到一个声线的标的，所以他2个礼拜的风格有类似，这个方式是对的。那你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是落差很大，这个用在礼拜你那个律动都不对，但是我觉得你的声线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而且你的客家的发音跟老师也真的蛮标准的。那所以说建伟一个很简单一个建议，就是先要去突破你回家唱歌的时候面对镜子，你要告诉那个镜子里面的人，你分数比一次更进步，而且你的分数声音真的是很好。但是你如果没有排除站在那个面对那个镜头你看你已经上了第5次还是第6次了嘛，还嘛？听白嘛，听白你都连他那个眼神，尤其今天是这4集里面，我当评审4集里面看到你最恐惧的一次，
个嗓音里面就透露，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声音里面透露的恐惧，让你觉得有一点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声线已经告诉我觉得你要突破的。其他你从国比赛你这样 PK 的话，我刚讲你不会输。但是就这一点的话，很可能会让你跌落神坛。你看，我特别注意，给你一个建议。谢谢老师。好，OK，好，来，看一下本书，来，看一下原件笔本书。57分，哎，谢谢老师。没问题，还在，不要这样。真是流哈泪。这个。回去虾子多吃一点，酒多一点，如果有用的话，一点点，一些的都得了。对啊，好了，恭喜啊！安子生来追月亮头，好，来，接下來邊邊集宋祖梅帶來趙燕。好的，躺下啦。嘅東西，只有半眼上一個都可以。愛說了一堆愛的欺騙與某出現到愛面前的愛。Oh, it's you， don't forget it's you。Oh， 在你小小 baby。Oh， 愛困境，你把地圖給擺。在個平面生活，在個平面生活。放松了，你看，你让人家不知道压力多沉重啊！按钮张后宽，我们要与压力共存，好吗？对，好。哎，必须就会按钮。哎，观众朋友们，紧张，有啥子偷偷去个动播的歌的时间，正你们表现的今后都有痴心的歌的时间，嘿嘛？有喜欢这个風格。對啊，因為就是有糖豆很點給 rehearsal 的時間啊，唱得很棒。我每次覺得唱就是亞軍老師的歌，我都覺得很自由。你其實也長得很像他哎，真的嗎？我應該開心嗎？他比較年輕，他是我的偶像哎，對，真的，你都優秀啊，很喜歡他的歌，我每次他15、16歲就出來了，好感動，真的哈，哦，也差不多啊，他現在也是在17歲嘛，16歲，我19歲了，19歲哦，19歲，差不多。对啊，所以你刚刚也讲说他很适合唱亞軍的歌曲，都是他吧？對啊，就是剛剛我一直覺得有鄭亞軍的那種感覺，那種 feel， 所以你找到你的歌路了。其實輕易分鄭亞軍啊，最多動多擺給他歌。以後你都唱他的歌。根本都唔得人在挑戰其他歌誒。他有一些歌也很難。好嘞，衝出嚟，搶視頻欣賞嚟公平一下。哦，就咪
我们的 CV 先生全部对吉比唱歌全部都满意哈。哦，啊，不过吉比应该讲，选歌的也真的选歌的整件线都很好，没有选到这个做的表现的能力哈，还有应该说是你的能力还可以再更之上。哈啊，对亚洲歌曲来讲，我知道喺潛到這個應該上嘅表達嘅方法，係用上嘅樣板唱。因為當久冇聽亞權唱亞洲歌曲，所以剛剛要唱之前，我還稍微去自己 Google 了一下，哈，再自己回味一下。我知道亞洲歌曲，人家表現老亞權係冇馬強樣，因為亞權呢，佢唱歌嘅方，他是一個很冷靜的人，他唱歌，他是即使那首歌是已經。大家已經搖到不行了，他還是可以站在那邊不動的人，他是這種人。所以對於家嘅暗哥，但是他最大的優點是他的拍子掌控非常有力量。哦，拍子的掌控是完美無缺，非常龜毛。對，對，沒有，非常精準。精準，他是非常非常精準。好啊，今天呢，吉比表現來談嘅話，不過你跟他不一樣的地方，你有你自己的優點，就像兩個狗有沒有部分那種自然沙啞音這種東西是比較他身上看不見的，可是你身上聽得見，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表現方式。喺講亞洲歌曲嘅話，其實對我來說，我吉比對兩個表現係當滿意嘅。好，應該講喺亞有乜街上嘅老人與把建議嘅話，就係講有一句哦，你是要嘅搭地方。給那個地方，我覺得你在上去的時候，因為係踢機，所以那個把握度沒那麼好。第一句，因為他要上去嘛，哦，那幾句，他不是有幾句四句嘛，四句哦嘛，踢機的時間，我會覺得你好像有點講冇嘛咁上去，都聽一句你之後，踢三句，慢慢的一個層次，慢慢的疊上去，所以踢機大概都踢機的時間，踢敗還好哦，可是聽一半就躺喺度，嗰種。有點不安的心情，在是有個地方。那這個地方的話，我覺得是可能你要注意的地方啊。聽音的地方就是你的那個切分音的部分。我剛剛是不是講那個呢 pop 抓得非常精準嘛？這個部分你可能還要再加強。好，因為你在拍子的落點還是會有瑕疵。尤其在四連音的部分，剛剛4分音符，16分音符，還有一些切分音的部分，你這個部分在抓的掌控上，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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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感覺還不夠顆粒感。所謂顆粒感，不是真的要唱到一顆一顆，而是準確度下在那個要到那個拍子上。可是你在這裡會模糊掉。OK， 好，會稍微帶一點模糊。基本上，我想我們都很想要給到一個完美的分數給你，哈，但是我們是從上往下。扣一滴滴，哈，扣一滴滴，這樣，好不好？哈，所以今天的表現非常好，所以啊，希望講準備，好，大家就來拭目以待。哦，謝謝老師。他今天怕的原因是因為97分。對啊，來，我們壓力員唱得都不同意。來，修儀大家黑公腰寸。好朋友，來。好了哈。我以前哦，全部唱國語啦，冇做好咯。唱國語歌，大部分唱慢的歌。鳳飛飛啊，帽子歌后。講到鳳飛飛，我昨天晚上，我竟然夢到鳳飛飛呢。啊，真的。我就想說，問一下周公，為什麼要做這個配樂？我就問一下周公解夢，對啊。ChatGPT。對啊，夢到已故的歌手。GDP， 真的要改？對啊。好朋友，來。好了哈，你看到了，快不說了。這個如果哈，吉隆的歌管的話，他93分呢，還被打掉呢。亞雲手機。對啊。哇，這個輸得與有榮焉啊。真的嘞，高手過招啦哦！對。哇，93分基本上是應該可以留下了，應該冇問題。唔過你其他嘅咩也過了很多關了啦。是。他們是漸漸的打磨成鋼了啊！好，來。看下來看一下宋祖某一個分數。來。哇哦！恭喜祖某98兩分，避免第6關。迫不及待，一直想衝過去，怕被你佔走。兩位老師給滿分呢，哇哦！
哎，也来到传统组的爆米争霸赛，目前 V 面炸还一关的兴奋剂。哎呀，必须爆炸，加油！对啊，张手都落的，哎，张丑虫一定还忙学哦，张滚了，还忙抽学哦。哎呀，比方说丑都迷啦，哈。哎呀，恭喜哈！来，今天每空有一位新的挑战朋友啊。比赛之前的介绍你评审欣赏。好，欢迎李秋华欣赏，苍永欣赏，陈敏珠欣赏，嘉琪贵欣赏。你知道吗？阿姨，知道吗？不是，因为上衰。上衰不了。我哋同大下嘛。杜瑶诶。哦，杜瑶咧。時間對吧？係咪？哦，時間差唔多咧啊，他是啊，寬恩里蹦天師啊。對啊，寬天師蹦飯。哦，寬天師。吃飯蹦天師。沒錯。誒，好嘞，有請 TV 參賽朋友。TV 來自基隆七度，由創生帶來3個字。哎呀，基隆哦，哎呀，哎。就是哦，你好，哦，你童诗啦，童诗，你嘅客家電視台，哦，哎呀，咩演過戲呢？哦，做過戲啊，係啊，係嘛，主角係嘛，男主角，你演乜嘅？做嘅我嗰個形象廣告嘅，形象廣告啦，哦，李天陽，哦，李天陽，哦，微電影，哦，破天陽，就是小電影的意思啊，沒，不是啊，嘿，不要誤導，微電影跟小電影不一樣嗎？微電影是短的天陽。哦，用天樣嗰種規格的之種。哦，小電影。小電影是小飄老師。哦，他皮膚卡懂懂，他低潮裡面懂懂。哦，有做過天陽，有做了，做過戲，哦，破天陽。沒，天台電視台。有槍，叫小澤做阿公嘅角色。阿公嘅哦。先有戲子，譬如話拍拍，所以阿公嘅嗰種感覺嘅福相，慈祥嗰種感覺。就當慈祥嘅感覺，就當嘅客家味啊。但是問題基隆7度啊，7度。本身做喺度嘅嗎？新竹，新竹女版。哦，新竹女版人啊。啊，你還待在基隆？你還待基隆？哎。辦到嗰邊也挺生意嘅可以。為到做事業是許多嘅做到厲害，做到老。哦。跟那樣時就去7度嘅啦，係咧。哦，民國50年咯。50年嘅。跟7度有乜嘅好做？有。哦。有啊。咁咪青島公司哦。哦，青島啊，7度哦，工業皮啊。啊。跟中油公司喺度全部。有中司啦，譬如說中華貿易啦。哦，中華貿易，你喺度上班啊？係啊。哦，你喺邊上班？上班啊。哦，一退休嘛？
退休了，退休了，看咩底安怎？难讲啊，当然讲，因为二度就业没有。对啊，哦，所以退休这样一时间呢，好好创山歌啊。系啊，嗯，对了，变创歌就错嘞，要好教啊哈，好教，哎，那听到懂哦。明日要按到我国宝先生对了，按好爱机会，真的哦，真同志头哦，好，个嘢就诶，可以再安尼建议一下，个像得到乜个保养。冇唔錯。哎呦，嘿哦，真的，阿哋就來躺一下咧，躺一下先生嘅建議哦，對，要唱秋下先生，國寶，今日咧後泰國算起來新年，你講用貼士來講，你是想我用貼士啦，辦了來裝，但是你記得貼士咪講到才辦泡個蛋糕，你沒有講嘅貼士係是拖當床，所以你泡個呀，冇菜。cái đồng này cái sư một chuyên nghiệp một sai sư cái đó có cái tặng ông xuất chiều liều ôi nai sơ là t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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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hay nghe quý ơi con na phò cái sai你头破所以你大给你听你接的时间你就會頭破你注意糖就你看你cái bộ出嚟帶嘅。所以你愛做嚟練吼，它傳統唔係按容易，尤其要練那個扮戲會更艱難。但是你扮戲會創咧，後來你不聽我談，你見準強創以後，這口型的嘛個，你撲嘅冇菜，所以你頭撲嘅啱嘅，你說就愛說，你就假頭就兩撲嘅啱嘅，真大爽。你可能愛在喺有機會，你就愛注意啲撲嘅問題，好嘛？什麼？羅先生，好，你看一下佢嘅成績啦，哈，看一下姚聰成嘅成績。好嚟。係91分，留下來機會可能唔低，唔低，後背看樣牌，好嘛？係啊，慢慢先坐一下，嚇，看一下其他朋友唱歌啦，嚇，好的，殺下來，下來聊天帶來平板，來唱噶啦。
罗大哥好。哎呦，罗大哥，青菜啦，俺们有7、80岁的罗大哥。尊敬，就像还有吉娜姐一样诶。冇，吉娜美女。冇强用。你还有在上班哦？有上班，职业妇女呢？职业妇女，我一直都是职业妇女。真的哦。在上什么班？公司里头处理出货的事情。哦哟，餐馆那一类的，嘿吗？算啦，是餐馆备好货，我要处理出货后面的事项，对。所以下班给货运公司。下班以后就是赶回家。标准不好。标准不卡。嘿，煮饭做本生意是。哎呦，很煮饭哦。哎，都会生意呢。两个生意，两个生意，所以你要老公。所以专业行要煮出来不干意思。嘿，因为他有没有等都都市动摇？我速度很快哦，我都平均在1个小时之内就把它处理起来。哎呦，1点钟也要处理，因为我主要的菜我一定会前一安补先准备好了。煮菜。像较麻烦做的啊，像个高肉要炒，要油的馍一步一步慢慢来，你就先装好了。红肉啦，油的馍先装好了。猪肉啊嘛个全部都先装起了，高肉啊油前一安补先装起了啊。下班再来煮饭，天幕个炒香菜煮汤，煮汤煮尾高汤先准备好，煮香菜嘛得不去煮。你素泥好吗？素泥哦，生也是一包煮好。这一包就好了啦。没有亲戚朋友意思都，哎呦，你安会煮安好说了呢，为嘛？给行外学习。其实也没办用的，对啊，一般就煮很多东西。对，分装在冷冻这样子。当你拿某 Q 的东西出来吃色啊，生意里还会讲，这个是有。妈妈的味道，伊下摆我讲妈妈当叫冇煮嘛该咧，冇煮个当样系我想，唔会啥，也是关生煮个菜，唔会啥唔会啥。关于有机会啦，你菜市场哈，菜市场行的时间，买菜的时间，可能要读多几，很多会多吗？很难啊，因为我一礼拜买100菜天啊，难讲啊，难讲哦，有盐分的吧？做得，哎呀，我张英要靠蹭饭。好，从这来唱高中欣赏公平一下。来，牛手机今日创业评判吼，非常的平顺，基本上咧上亚以后合适成果的，办了节奏各方面都冇乜大太问题，还有一些做的人建议所在就讲，做人爱唱这只事啊，唔知你做嘛要用黑的盐去看啦，这做就可以考虑啊，思考一下。我还有这只下边这只坚贞不屈，这只屈是一模创啦。不过盐米创就算好的啦。不过要带下来的时间上面唔多拉啦，屈的时间。过去米现品情。请这个是的前运做得加油的喂，装了以后啦，加油。什么先生？以后应该都冇问题啊，对嘛好，所以来看一下个分数了。看一下牛天的分数。好嘞。做得，那分数留下来，冇问题啦关于有机会啊。那个有盐的把它读会到，好 ，OK， 好，谢谢。什么安子水也可以哈。终于两场，好嘞，杀下来。杀了帮牙缝带来罗山歌。好嘞，弹过啦。错。
樣辦，唔加嘅表情係咪？係啊。要錯唔錯嘛？要緊張啦。大概吧。要錯唔錯嘛？你咁要錯唔錯？唔低的。唔低啊？冇啦，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就好了，沒有就好，因為創那個表情感覺。佢創過一創行。做唔做事情咁樣？同樣你講法時也會緊張。哦。係啊。創過又唔係啊，創過又當半。一號啊，一半啊。係咪？係咪？你就把我們當韭菜割就好了。你種那麼多韭菜，怕什麼？對，把我們都看成韭菜，是不是？係，唔是緊張，唔是緊張啊，係啊。係咪？唔過你好似3個冇1舊嘅時間，係冇？年人嘅啦。年人嘅啦，所以其實創作濃厚啊。係啊，有天賦啊，之前都冇接觸過。嗯，之前沒有。沒有過。冇啦。流行歌也沒冇。流行歌曲也沒有，亂唱啊！亂唱啊！他認真好係年人啊！做翻譯唱嘛嘅，做唱嘛嘅，流行歌曲也唱啊，山歌也唱啊，你亂唱。上次嘅 YouTube 看到了。哦，就天天唱啊！英國快菜演唱啊，你。家下無閒，係要時間停下來同天天唱山歌，天天嘅鋪嘅樣。你執茶針可以唱山歌。執茶針就係嘅國菜時間可能做唔得吧？哦。向民族先生公平一下。方少子，哈，今日先咧，哈，落山歌，跟我曲啊，哈，唱歌嚟啦。你先嚟跳啊，唱高音，唔會用假音都去唱，所以唱到用囂嘅感覺，較尖銳嘅聲啦，比較較尖，所以你聽愛表演以前要先配合一下嘅音，有適合你，較自然就唱冇，用你正經嘅聲音來唱，唔好用假音唱，嘅唱唔會叫啦，下班呢，萬一係那你講身體冇辦法鬆爽嘅時節，你唱到尾來是會辣聲呢，個聲音是會辣嘅，韓國個氣就會不足。但是人唱得出來啊，哈，幾首歌嚟講，哈，係意順溜啦，會做得啦，主要係線條嘅問題，你係重新考慮一下，運用把人的線條線出來，它適合你唱嘅原來嘅聲唱出來，運用人，然後唔會用假音來唱。結束假音好冇？好，謝謝老師。安子姐，啊，來，看一下我給嘅分數啊。看一下黃亞鳳嘅分數。小心一點分，冇問題，冇問題。留下來啊，謝謝。係啊，好，加油哈。要做得來看老師講。好，我很喜歡吃韭菜呢。哦，佢哋冇種咧啊。冇種咧。係啊，退休咧啊。退休對。好嚟沙，嚟沙。沙嚟係陳立明帶來落山歌。好，彈我啦。漫山樹木，迢迢從南，地流。那條啊河作良啊，安多阿摩，
爱家亲卡床啦。里面太高，大家好，大家好，有見到，有見到，係啊。願意客家懂支持。對啊，對，你看來啊，一節目以後來唱歌嘅本他個堂，安尼電視台其他節目就會看到。就會認識你哦。認識啊，啲講要做我係要做安尼。中水歌啊，真好啊。最後一訪問嘛，我有請上節目啊。還有上一年嘅客家電視台那個節目。聽過嘅夫妻來了，嘅有冇？個節目啊，佢香港都流量啦。哦，流量。哦。不過佢現場 live 的話，他沒不是錄音的，沒錄。live 嘅哦。啊，有係清久以前的嘛？哦，怕4-5年前的哦。哦，4-5年前，已經之前係直播嘅。啊，他有一個題目給不一了哈。啊，他要訪問的內容大概讓你講一下你聽。不過我個動緊張啊，我怕沒有辦法接受。哇，live 的真的很緊張，因為他不能剪，他沒有剪。你都主持，你沒動力會啊，沒有同步發。你現在動力會，他用很平常的談話方式有，讓他跟他交談難題啦。所以我就請詞人應答應啦。哦，所以就還可以。還可以，對啊，這唔是緊張。是啊，對，就是嘗試不冇重要的節目嘅一個形態啦。就介紹人自家做嘅事業辦用。對，除了上嘅節目，還有上乜嘅冇？其他的冇。哦，就會鬧熱。鬧熱。風雨來你咪介紹青島一下，到禮拜當一下豬都要播出啦。對啊，係啊，哦，咩叫帶狀嘅都做嘅。係帶狀，還會搞人哋運通啊用。我媽媽都有看啊。係啊，介紹各行各業嘅台灣。好，來，唱來唱，奇怪先生公平一下。好，呢陳大哥哈，帶來一個廬山歌。今尾佢唱一個廬山歌啊，平平穩穩啦。這個也嗓子啦，今尾也還算一順一好。嚇，不過你個韻腳韻味也有做到相當好，但是呢，還呢有一點事情要同講。呢一首歌誒，佢牽有一點迷韻。喺迷韻嘅時間，好做了啦。還有一個迷韻我盡量同佢做到來，唔係講嚟藏鹽就好。一般來講，大家都認為講廬山歌啊嚟藏鹽就好，唔係。佢嚟嘅時間還有很多迷韻，迷韻嘅前卡唱啦呀，嘅迷韻係你同佢做到啦，按歸屬嘅就會較完整，唱得就較好。好，繼續加油嚇！好，安子姐，啊，係，冇唱嚟嚟唱嘅冇好，都冇標準，唱就冇用啦。對嘛？嚟，看下嘅分數嚟。看下陳裡面嘅分數。過分咯，94分咯，真過分啊！目前真過分咧，係啊，恭喜你！等下我考慮一下哦，對啊，麻煩考慮一下，要看分數哈。好，韓子姐，謝謝一下。好嘞，殺下來。殺來係邊面揸主成分帶來3個字。講啦。彩米牛。
嘿，唱歌好听的是不是？哎妹，真的很厉害。美女开会唱啊？对呀。冇飘飘嘛，你唱流行歌王。跟那么唱歌的苏美的样样。嘿啊。好弹歌的吼。因为我以前吼全部唱国语啦，冇做好咯，60歲了，喊你客家歌較好彈。我有客家人，因為客家歌有kend山。kend山。歌詞全部kend山。所以其他歌都冇kend山。較有意義啦。跟唔特別唱國語歌。大部分唱乜嘢嘅歌較多？鳳飛飛啊，帽子歌後。一道彩虹掛在那天空，感謝您。我唱嘅咧，我唱一段給他。哎呦，好來，哎呦，真的哦，哎呦，我唱一段哦。好，破樹。流水年華。哎呦。好。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夜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天今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白首。嘿，感谢您。有吗？ending pose。对，讲到凤飞飞，我昨天晚上，我要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想尿，就是起床你就会因为想尿尿要起床嘛。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你会做梦。我本梦啊，我竟然梦到凤飞飞呢！啊，真的，真的，我竟然今天早上就今天早上梦到凤姐用哎。啊。梦到凤飞飞，然后我还跟他合唱一首《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喊，看我把绿叶催黄。对，然后我还因为他在唱，人很多，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场合，对，人很多，然后我还拿着麦克风，不是演唱会，没演唱会啊，然后在私底下，然后我还拿着麦克风，然后给他唱，他就唱得很准。几款演唱会啊？没，对。然后我后来起来以后，我就想说，问一下周公，为什么要做这个配乐？我就问一下周公解梦，ChatGPT。对啊，梦到已故的歌手，好不好？你说要现役歌手梦到已故歌手。然后我还跟他合唱《秋蝉》，我就问 ChatGPT 这样，GPT 啊，GTP，好像都不是很好。真的要改？对啊，然后你还梦见底部读还翻译的啊？是开心啊，是唱歌啊，《秋蝉》那首歌的意境也没有很好啊。对，然后我昨天又在那个大典里面讲说特别贡献奖。你不会想太多嘞。就算有特别贡献奖，也不会给你，好吗？我快半岁了，都要演给我恐慌的。呸！不会啦，你是半夜。秋蝉就表示我秋天了以后就会像那个脱壳，对，金蝉脱壳，然后蜕变，就像蝉鸣一样，这样一鸣惊人，对吧？懂草啊，有对。每天都是这样，爽草啊！好来，排队，来。总算来唱秋下欣赏的公平一下。身份吼，能够讲你上面真好。今日唱歌我感覺比上一時唱得更加好，很遠啦。唱歌唔係講比個人嘛，嗬。咁啊，你個話你個幾上檔，但是你唱咧，嚇唱個人嚟講，上人就會撲地啦。係嘛？佢要講個除非唔講個人當準，你中人要遠。但係要穩，你要得三隻基本條件就好。但是你講唱咧，你冇法度講個人唱到遠穩哦。你係你前頭，你十拍一個唱一條嘅，比較好嗬。我你廣東以前有個葉劍英，葉劍英元帥嗬，其實當學唱山歌，叫山歌唔唱二度里啊，社會唔伴掛白旗啊，社會唔係
袁大家万迄深山绿作面，唱歌会接上来唱，尤其人家阿凤丢两三门几个，耶稣嘛啥影响，让响，就说人家老爷大都台让响啊，有那节目好看啦，对嘛？有那节目好看，你大家是话，我即使有啲机会上咧天子台来表演，这就俾你安那动力，你讲系嘛？接上就唔对，有3个班，有其他先生教你，你就会注意那位老师啊，其实有冇唱法，那非常嘅重要哈。所以你讲，唱歌嘅就你客家母语，母语嘛啊哦伊。那几张母语咩唱嘅章嘞，你是牛章哈，我的4张强人，就练够了3个唱得挺好啊，今日唱得不差，加油！好，都带唱到样板了哈。我的坤分说以前先唱里面太高了，都不头懂哦。听好了，坤分说喽。反正柠檬自打人。大王大王，哇，用听好了，坤主幸福嘅分说。Hello。Nama kapoleh， senang bertemu denganmu。有啊，個歌嘅點會讀嘅歌詞嘛？該印尼嘅。印尼話你有冇講？係啊，因為我阿 Q 加半印尼。阿 Q， 舅舅加半印尼。係佢啲雅加達。所以你阿 Q 嘅同志。冇啦，佢係入罪。佢係老婆係印尼。Q 啦，哇！用聽下來看主幸福嘅分數。係。哦，96.5分，恭喜幸福子，避免成功。恭喜！搶等雙避免炸破壁哦，2片槍，避免成功第一關，恭喜！農業音樂會，哇！今日呢啊，就節目單元呢，哈，有請到一位係講伊非常非常得意嘅一位創作歌手啊！真的哈！也佢一啲按節目出來歌嘅一位歌手啊！要參加青島嘅比賽啦，青島行業比賽都做得看到佢呢，有呢位個金曲獎哦，還有得到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嘅頭等，金曲獎叫有啊，係啊，呢張專輯啦，哦，呢張專輯，就呢位咧啊！哎呦，哇，厲害厲害！今日帶來幾條清新嘅專輯來分享哦。好，唔好按先嚟聽佢好嘅唱歌哈，等下將好嘅聊下嚟哈。來歡迎一位，歡迎新生代創作歌手黃子嘉。係。热流，江江风光，老你汹涌，海顺江山，两相连，你梦爱，天灯呀，树影年年，俩黑人生最老痛的意义。用一切交换，灿烂日头，流浪像風景，火的熱情還有浪漫，倆係人生最樂痛的意義。用一切交換，你也想攀下故事，唔怕有心驚孤單。
年向下流流，年年快乐，老年相盼，感情相天免头前，希望来看得呀数一年年。浪漫的风景，浪漫的风景，和爱情的加菲，爱情的加菲，写生活的记忆，写生活的记忆，对未来有信心。掠起人生最路中的意义，用一切交换，灿烂日头，老人生风景。我的年轻还有浪漫，掠起人生最路中的意义，用一切交换，你也相伴写故事，不怕故事讲孤单。Hello， nama saya Kapolri. Senang bertemu denganmu. Hidup tidak akan keluar kembali. Mohon maklumi aku di hari-hari mendatang. 感谢大家，是梦想下，你會繼續加油打拼，繼續下好聽嘅歌曲送俾大家聽。Terima kasih，拜拜。最老中的意义，用一切交换，灿烂日头，老人生风景，我的年轻还有浪漫，掠起人生最老中的意义，用一切交换，你也相伴写故事，怕故事讲孤单。人生老年向下流流。哇哦！蒙子嘎还有生卡啦！结束的太干脆了，好突然哦！有点像那告五人那一首，有没有？他那个我的是然后也结束了，噔。就没了，哎呀！你们刚刚也吓我一跳，我们还在聊天呢，不，还在欣赏你们唱歌，哎，祝福人见就冇咧哦。哎呦，自家又見面啦哈！新嘅專輯出來咧哈！來，給笑一下。蒙自家老信卡啦，係乜嘅意思？你下冇啲信用卡啦，點會讀嗎？係王子家 and 信用卡啦。哦，唔係本來係要9條王嗎？係，就and 另外一個計劃安尼，另外一個計劃。所以你都帶有一朵團嚟呀？冇啦，就王子家安尼。哦，王子家，佢叫同馬莎都做得啦，係嘛？所以王子家是百搭都超。係，他也可以跟小康大樂隊啦，就是。今年沒有其他嘅計劃係同朋友合作嘅。你會想跟小康大樂隊合作嗎？有啊，等一下就會有了。哦，等一下就會。我還以為他小，那太老了，我不要。不會啦，不敢不至於這麼造次吧？哦，來先嘅專輯介紹一下。先介紹一下哈，等下再我介紹下旁邊阿 V 好嘛？好，介紹一下專輯。呢種專輯，我都咱哥來一擺，係一個精選輯啦，吼精選集安尼啊，大概係新歌加精選安尼，就講因為之前。有去比演唱員講台中嘛，就係跳下嘅條歌嘅嘛。係兩首歌係阿韓有另外一首歌，第一名，去年係第一名，係，好屌，就係跳下嘅條歌嘅啊，天窗走了走一樣嘅。哦，他個黑到呀，咩唔會啦，就係輕嗨，很嗨這樣子啦，係。啊，那個
专辑吼特别地方係點嚟咧？就講係有現場嘅那個 live， 利用側錄嘅那個東西來去變做一種專輯安尼。因為去年去全台灣當多地方表演，啊，咪有去泰國、去馬來西亞，啊就有哦，古時候底部咪有唱英文嘅安尼，因為你有英文嘅。所以現場嘅上演 live 全部標都杜紅葉。咁你會不會那個咪的時候不是很難咪？係啊，古時候你數音就會數好了呀。哦，數音嘅時間就用專業嘅方式去數音。係講佢出嘅 live 專輯發嘅數音就會數好了。因為長久冇出專輯啦，難怪啊，有條擺講嘅戲片麥田係想講唔免睇種專輯歌。但係麥田呢排就唱英文咧。哦，英文咧，哦。Whitfield。哦 ，Whitfield。就唱英文版。條嘅歌嘅底部讀嘅歌詞嘛，該那片嘅語言。哦，印尼話，印尼話，然後講嘅要唱嘅原住民嘅歌曲嘅，係冇唱，今年會有原住民，但係呢排唔係，呢排係印尼話，要跨界合作就出嚟，要唱啊。印尼話你有冇講啊？係啊，因為我阿 Q 加本印尼人安尼。阿 Q，就加本印尼。係佢啲雅加達安尼。哦。所以你阿 Q 嘅同志。冇啦，佢係入罪，佢係老婆係印尼人。拖啦，都做得啦，就係 Q 下嘅意思啦。經驗冇啲台灣。哦。而歌依嘅變成法就錯嚟哦。嗰時候就感覺講，誒啲嘅我嘅同學啊，都要當到印尼嘅阿妹係印尼人。哦。我就感覺講，誒人哋啲嘅客家男人吼就。唔敢講出來，將那個愛吼唔敢講出來。我就想講，誒，阿毛我就寫好啊，那個告白的話我就寫好，太加衝過時間。替他們寫好，是不是？錯。你就唔是講人衝出來就好了。用衝嘅較夾啊，來不用調歌會本堂。愛衝出來，唔好講出來啊！啊，倆順風倆味嘿。他的保鏢啊。這很像我們的工作人員，同樣你現在工作人員。你剛剛哈，從頭到尾你看一句話也沒有講，也都沒有插口，但唱的時候剛剛是就是旁邊。挨一下，唱一下這樣啊！但是前面有沒有？前面我們開始錄的時候，他就已經，他還沒起到舞台當中呢，其實起的呢。那跳。所以我想說，哎呦，這個一般是要元首級的才有哈。對啊。維安已經來了。對，維安已經先站好了。維安在幫他檢查這附近的地勢，有沒有螺絲釘之類的。一機會了。嘿，有麥克風。啊，有麥克風，嘿，no。所以協商好。哎呦，不講行咧。可以站前面一點，站前面一點。哎，唔講行咧。唔講行。ECC 咧啊 ，ECC 咧。係啊。你幾邊來做嘛？來撈佢天數。天數哦。因為你比賽嘅時間，我唱機來撈我天數安尼。天數乜計？來衝合音安尼。衝下音。沒有衝過啦安尼。哦。就是雙主唱安尼。哦，就是那種重唱的感覺，係嘛？哦。我們是動力腳踏車。動力腳踏車哦，動力協力車吧，一個前座一個後座。所以到底你們是重唱組，還是他是你的合音？對啊。因為主歌佢係太後係受那個聲樂啦。聲樂。聲哦。等一下，聲樂，等一下。你剛叫他什麼？主歌，周歌。哦，我還以為你是朱哥嘞。周歌。對。所以你是大學的時候是好聲哦嘅。聲樂。對。所以我就讓他發揮，我也不知道他會唱和音還是唱什麼這樣。他剛完全不怎麼沒有太發揮吧？蠻保留的。剛剛看他很小心哈，就是很客氣。嘿，都客氣一樣，人狠話不多，話不多，但是一唱出來會驚到人，這樣子。哦，一鳴驚人，就知道。不敢。這邊幫他介紹一下，這樣子，幫他接 case。哇，那你那個帕切利的那個有沒有？你是這種路線的嗎？花式男高音之類的？應該跳擺啊。跳擺哦。你還跳擺？你張記到聲，你還要跳擺啊？你要全部就唔記得。你大學老師會不會看這一集？對啊，你主修聲樂。
那时候在修声乐的时候，大概是学什么样的一些音乐？技巧有没有荧光嘛？我们就古典的。古典的哦，有大概哪一些？睇次家家彈歌嘅，也係禮拜音樂地杯都有用到嘅。也係人家冇上蒼。敬重，不會敬重啊，不會敬重啊，好啦。他家上緊啦，你真的會緊張？真的會敬重哦。不會。哦，有些敬重。我們這麼，我們這麼這個看起來和藹可親。對啊，我們這麼 chill 的節目，居然讓人緊張嘞。難怪他站在這裡跟保鏢一樣。所以表下可以調嘅，係冇，雙腿表演嘅。你唱幾就點那樣啊，係冇，你唱幾那樣就好。你們有啉酒嘛？冇啊，我是咖啡。哦，是咖啡哦。唔係特別創嘅時間要啉一杯啊，秘魯嘅。我會視察轉去。哦，有人視察，對。喝酒不開車哦。對，安全駕駛，安全駕駛。好，今日難得出專，叫佢冇出專輯，創一條歌，live 專輯，再創一條，好冇？我見小馬歌嘅本體節㗎。廖叔哥，佢強樣行強下創嘛嚇。係，好。廖叔哥嘛。廖叔哥都做狠呢。做狠呢。小人強哦。係。做狠呢。係乜嘅意思？做嘢。哦。做嘢。做狠呢。做狠呢。做嘢來彈歌啦。哎呦，真的哎！剛剛那是塞好的嗎？你是要給小康老師畫面是不是？你可以變。對，你剛剛那個有跟導播講好。有，那就好。有人太緊張忘記了。哦，他忘記了。說主歌，他剛剛有在旁邊這樣。他有默默的走過去，然後這樣。把時間 ，Come on！照因的安排，无要搁回转成阮的期待，无要搁确定恰死可爱，无要搁感应世间好啊摆，无要搁转去点点靠悲哀。无要搁回转，关于啥期待？无要搁证明柔软的色彩，无要搁决定从此无后来。做现上要做的，用人生愈表现，阿咪自由愈亲密，真切。做现上要做的，通把理想骗的，是讲时间，把时间。Come on！ 现实好得靠好必靠好咪靠，好得靠好必靠好咪靠，改变人生的志向。现上要做的，用人生愈表现，让自由愈亲密，真切。做现上要做的，通把理想变的。用时间把时间，做现上要做的，做现上要做的，人生愈表现，自由愈亲密，真切。做
是爱把时间。哎呦，真的哎，刚刚那是 say 好的吗？你是要给小康老师画面是不是？你可以变。对，你刚刚那个有跟导播讲好？有，那就好。有人太紧张忘记了。他忘记了。说主狗，他刚刚有在旁边这样。他有默默的走过去，然后这样。这样对。刚刚忘记讲，我今天特别穿西装来。对，今天很像人。难对嘞。对啊，有聪明的。那个这个要纪念我一个朋友阿雄姑啦，就是老年熊派的那个作者，共同作者啊。因为佢同校穿西裝。佢那嘢。係佢做天使嘅，佢發電影啊，懂不會寫小說安尼。那個西裝係我嘅尼巴里嘅朋友，我都書法做嘅安尼。尼巴里。尼泊爾，我係尼泊爾嘅朋友做嘅。OK。佢做唔係幾神人作過嘅。唔係，我。做了新三夫的經驗了就好做時裝嘅朋友。所以佢去到那一組做時裝做嘅。佢就同校做一個西裝外套啦。佢啱不到水木嘅做得呢。佢學法律的，法律系的，所以他晚上睡覺也是穿着這樣睡覺的。唔啲呢，反正我看到佢就從家做的那樣。都聽不用講那個故事。難怪佢每貼片做得他貼片，他真實。所以佢係需要金錢嘅人。對啊，有金錢嘅朋友啦，有經驗嘅好朋友。合作嘅好夥伴這樣子。你兩個合作嘅叫嘅？當叫嘅，因為人哋太學咗認識嘅。太學咗認識，就合作到嚟啊嘛。佢還有一個樂團，我都台灣黑熊。台灣黑熊。嘅樂團，佢咩係駐倉安尼？而家係駐倉。係。哦。你下兩隻樂團有啲搞嘛？希望講兩隻樂團結合起來嘛。佢啲下穿嘅錢薪水較高。我估就冇講樂團咧。冇講樂團咧。看無限啊！所以你今天來幫他就是玩票性質，是吧？咩唔係啊？好啦，嚟帶下最古嘅兩幾年咩青島嘅外國表演咯。真係唔知這要懂風啊！我哋下個月要得到獎，要出唱片，所以也蠻耐就有獎。蠻耐表演嘅嘛。係咩要搞動到世界各地嘅朋友。搞到青島朋友。係嗰個表演搞到嘅，也係點樣路上搞到嘅？表演啊，因為人哋要從英文嘅版本嘛，人哋信用卡來講，啲波要兩個語言嘅版本，啲嘅係黑化嘛，我就河洛話黑化，但係嘅就用保留那個旋律吼，就變做英文歌詞。那個西裝就係。從個搞流來嘅係嘛？哦。那大顏色咧？現在表演。除了去到馬來西亞，還有去那個泰國。哦。東南亞。音樂季嘅時間會有這樣嘢嚟嘅。就有音樂場館啊 ，live house 那種有。你哋有去家去表演嗎？錯啊！你去家去表演。喺現有唱也去有唱嘅有啊，去家去嘅咩有啊？所以做一個客家文化嘅分享。係嘛？就當然都呢片你去唱歌嘅時間，爭啲講原來台灣有客家歌。佢哋有啲佢嘅朋友，唔講唔啲台灣兩片咩有客家嘅唱咧。其實因為我知道佢唱歌當然佢即個態度嘛。我見面叫我點對啊冇講法，見面有即個態度啊。有啊，對嘛？堅持不說話也是一種態度啊。也是一種，我就不說怎麼樣。對啊。怎麼樣？你咬我。對啊。對啊，我覺得這個態度可能，比如說有一些人會覺得有點瘋瘋癲癲的，可能在台灣大家可能比較保守或者怎麼樣。會覺得好怪哦，這個人，但是國外搞不好很懂輕鬆一種嘅東西，咪冇一聽啊。其實佢喺房嘅一貼書啊，我見有冇拿到頭獎咯，係嘛？德里馬加斯。提名啊。德里馬加斯。條他就是現場重現啊，跟蠻耐老啊，係嘛？沙律好像用毛腔用語言嚟做歌嘅。錯。你作為一去見
有拉倒嘞吧？小人的、诗篇的、英文的、好罗花的，你还行用嘛语言来做？今年的计划係愛做巴蘇那個西拉雅的歌。西拉雅係乜嘅？西拉雅，西拉雅。西拉雅，西拉雅不是一個風景區嗎？是在哪？啊，咪係一個演出民宿啊呢。哦，也是一個演出。那個地方。台南的演出。台南嘅片。很多西拉雅嘅地方，很多西拉雅。哦，西拉雅，西拉雅。哦，你有認識嘅片人嘛？你有冇上去做？我嗌阿婆。阿婆係嘅片祖先啊。阿婆嘅祖先。哇，跟你有冇？他很會查族譜。對啊，他這樣族譜查下去，他搞不好查到美國誒。他以前有印第安血統，不會嗎？繼續查下伊。唔掂咧，可能驗一下 DNA。係啊。哦，今年都會做西拉雅語嘅轉型。係因為。不管係黑花還係河洛花都有上調啦，就講有那個意志形象嘛，那個部分，但係就演出文化嘅話，咩係台灣嘅特色，啊，就那個顯得的那個跨度吼，就有法度較持有安尼，就有人講，你從黑花嘅時間吼，你假使愛合上調嘅話，你就有那種中國風啦，還有講五聲音階那種東西就會有，但係演出文化嘅話就。那種南東語言那種東西，係較自由安尼。哦，扮演嘅東西全部做嘅，全部做嘅從語。哦，故說對下個來講，咪係一種挑戰啦。啊，藝因為新東風更加的寬闊。係啊，藝咪係倆去各地嘅倆個客家倆個交流，又發現講，誒，人哋台灣人嘅倆個。保係乜嘅東西安尼，吼，台灣人的保障其實是原住民語安尼。所以我就想講，我應該有機會有法度來用，人哋嘅原住民嘅話來寫歌安尼。你阿啲學識嘞嗎？我已經學3年咧。3年嘞哦。我估說你還會講嘞嚇。係啊，會講一時啦。所以下後忙。今年多時間希望來鬧演宣傳。哦。你做得講幾句嘛？好好奇哦，我沒有聽過。是哪啊？從讀那個倒車啦，倒車就會拉魯魯。還有一個拉魯魯。因為演出文化有4種嘅那個通詞嘅變化安尼，啊那個就係排泄有欣賞嘅，那下金種嘅甜中演兩眼。唔係，因為演出文出拳挺多嘅，係啊，佢欣賞上課有講過就啊，呀，師兄唔去啦，冇記得嘛？記得嘛？你做得搞嘅？一般來講嘅話係大招呼嘛，大招呼從崇拜那個很好，就講你好，你好麼？你好嗎？好，你好嗎？嘅那個因為人哋原住民話冇同人哋客話冇共用，佢係動詞不用啲條前嘅，好，佢說你好嗎？那個好會。不用到最條前，好你嗎？係好，就變難咧。翻譯來了意思啊。古時候那個有點像罵人。古時候那個好哈 good 的係馬提樣，他們很多像馬提樣，馬提樣大舌，馬提樣啊，搞就係你的意思，搞話就係。問號吼，媽，馬黑樣搞搞啊，馬黑樣搞搞啊，馬黑樣搞搞啊，搞搞啊，學這個幹嘛？學這個可以寫好玩的旋律。我聽沒有西拉雅民族，西拉雅出嘅朋友啊，你聽人講。還有那個演出文化，其實係人哋台灣人嘅一個動態嘅特色。佢說加減去學那種演出文化，都對人哋嘅那個。文化啦，係啊，也算台灣文化有那個詞性啊，一部分啦，對啊，對啊，錯，我知道懂後啊，真的對語言方面對文化東西真的挺有天分哦，懂厲害呢，懂有興趣啊，懂熱情啊，是懂手有安尼人呢，做跨度跨很大，對啊，希望從個河洛話、客家話了做到原住民呢，有一個人的新寶島康樂隊，那有點辛苦了，他這就是一個文化音樂這個
工作者，文史工作，然后又结合给他赢哦，有兴趣懂葱油啊，学以致用啊。你今日出专辑嘛，当然希望也专辑做得本当人看到嘛。哦，唔错。係啊，也希望對也按台灣嘅文化多多推廣出去啦。冇問題。尤其安尼客家文化。好，等個希臘雅語哦。對。跟母語轉譯出來哈。好，那也希望你哈。祖國哈，下一次要表現聲樂。來這裡不要那麼緊張了，好吧？好，拜託了哈。好。他可能看到巨星本人有點緊張吧。對啊。看到你啊。是嗎？看到羅時豐本人有點緊張，對不對？還是你本會會啊，好會。好了，今天謝謝你們兩位，謝謝你們，多難哈，對啊，好倉國嘅朋友啦哈，夾嚟報名好唔好？夾打電話來，人叫6667人流浪電台，自己打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大家，大家要多多支持自家，黃志剛還有祖國，記住嘅清醒嘅專輯啦吼，地方還有 live 歌曲，還有16幾條 Q&A 歌曲哈，大家多多支持。什麼小天老師還有夢之欣賞，謝謝老師們，謝謝，辛苦啦。什麼聯雄片從嘅工作員辛苦咧，安子生。大家多多支持啊！黃志剛。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天都準時時間呢，農業大擂台，農業腳下來，拜拜。